你们可以闻一下它那个香气哦。一刀切下，充满香气的巨蛋鸡就呈现在大家眼前。运用蒜头、洋葱、姜黄以及绍兴酒腌过的放山鸡，不但肉质 Q 弹，而且还有满满香气。搭配面包外皮一起吃，真正就香秀哎！不止这些，另外还有黑猪肉香肠、脆皮火肉、飞鱼干以及原住民阿拜等等的每一道料理，都可以品尝到台湾原生植物香料独特的风味。大家想到原住民呢，就会想到原来的原味的食物。那既然在饭店做呢，我们这次特别不一样，会强调香料这件事情，因为毕竟在饭店做还是要必须呈现出它的制作食材的技巧，所以我们除了将原住民的原汁原味的食材呢，我们再用特殊的香料加上饭店主厨的厨艺呢，来做一点点的变化。那这中间呢，我们当然还会提供非常传统而且值得推荐的菜色，比如说像是小米的阿拜，那这也是我们会非常推荐。那另外刚好这一阵子是飞鱼季，所以我们也进了飞鱼。结合台东知本老爷饭店以及台南老爷行旅2位主厨的好手艺，创意联手推出一道道具有原民香料以及台式风味的山海飨宴。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原生种的食材跟香料等等。那因为其次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很多餐厅都推出那个伪出果，我知道你要讲这个。对，然后伪出果，然后为了做一些国外的变化这样子。那所以我就是把这次的台湾比较特殊的一些香料跟食材去做结合。珊瑚礁啊，有那个刺葱啊、月桃叶啊，这些最基本的。那目前也有很多比较红一点的，就是红梨啊、油芒啊、小米之类的。这个东西是以前他们早期原住民在他们的主食就对了啦。等于说这个部分它也不用用农药，也不用施太多的肥料，它就可以长得很好。哦，所以说这次这个料理里面会添加一些这种我们当地比较特殊的食材。瑞师傅可能就发挥他的创意。用烧肉的部分，然后下面抹一些珊瑚礁，烤起来，那个味道吃起来是别具一番风味的。观众朋友看完是不是很想要试试看口味呢？台东知本与台南老爷美食季预计将在4月16到4月24期间登场，喜爱吃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